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心内真欢喜，甲咱做伙欢喜，咱已经欢喜两个月去啊吼，咱3月底嘛，印象中牧师嘛真欢喜，一只来要甲咱做伙伫这新堂来敬拜上帝，今仔日的主题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咱。去第一届伫遮来守即个圣餐安尼吼，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咱一个新的无共款的即个方向安尼相信即个所在是上帝恩典满满施落伫咱身躯顶的咱伫遮来听上帝的声音，咱要伫遮共款不管是伫新的还是伫旧的，会相信上帝的话拢会施落伫咱的生命当中。虽然是换一个所在，总是上帝的听并无改变吼。虽然换一个所在，总是上帝的恩典永远不断施落伫咱的生命内底。求上帝来保守咱，永远共款，用着安静的心伫遐来领受上帝的即个祝福，互咱对上帝的话，再搁一届来得到即个快乐，得到勉励安尼。求上帝来保守，愿圣神继续引带咱。较等牧师要用即个题目为你我所设的宴席来甲咱做伙来分享。求上帝来保守咱。牧师拄入来时阵当然即届算应该第2届，有一届是咱的圣神，咱的迄个国外秀兰州伫即个所在，总是忍不住吼，又要再多看几眼安尼吼，真正是足新鲜的期待即个感动一直来帮助咱、保守咱，互咱伫遮有缘一直领受上帝的带领，求上帝来看顾保守咱。未分享代先咱先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伫即个新的圣殿伫遮来组织。主阮第一届伫即个所在，伫遮来守圣餐。相信伫过去阮回想上帝你的恩典怎样带领，阮安尼用安尼的回想，用安尼过去上帝你的恩典，搁一届相信对今仔日开始，对每一个主日，对每一届的聚会内底，上帝你有缘也要恩典满满施落伫阮的当中，互阮伫即个空间内底来敬拜你，互阮伫即个空间内底有缘领受主你的提醒甲鼓励。主，阮要来听你所互阮恩典的话语，求主你安静阮的心，互阮无受到世俗遮的思想伫遐搅扰，阮将遮的烦恼的事带到你面前，仰望你上帝你圣手，通过你今仔日的话，主你一个一个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中，用上适当的话语来放伫阮的心内，互阮领受对上帝你活泼的话语，得到安慰甲鼓励。主，阮知阮可能有人心中真震动，阮相信主你也要来鼓励。阮相信伫阮的生活当中有侪的遮的艰苦困难，总是阮也用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主你就要来安慰阮。主，阮相信阮的心灵要得到上帝你亲自的即个养赐，互阮心灵得到帮助。感谢主你，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圣名。阿们。兄弟姊妹，这个题目为着你我所设的宴席，宴席，咱咧讲参加婚宴，咱咧想着宴席，也是讲咱平常时咧食饭用餐的时阵，毋知咱敢会想象着咱介意食的物件是啥物货安尼吼？咱介意食的物件大概有一两项安尼。有的人可能爱食即个卤肉饭，有的人可能爱食即个牛排，有的人可能爱啉份珍珠奶茶呢吼。咱可能先将这个到底好歹咱先来放一边。当然这拢是咱是介意食的安尼。其实牧师嘛对伫即个麻酱面真有兴趣啦吼。毋知咱当中敢有对麻酱面有兴趣的，特别吼伫迄个林恒遮，佫发现讲有黑麻酱面安尼吼。毋知咱敢知影倒有黑麻酱面？
牧师无讲过的意思啦吼，只是迄个有心里面有感而发，感觉我爱食这个物件，甲咱做伙分享吼。哎呀，因为咱林凤有一间咧卖黑麻酱面，总是食真唔甘安尼吼，对7月份开始，牧师就要去到伫基山安尼，所以要搁食着黑麻酱面吼，机会就较少安尼。所以呢，咱毋知咱咧上宴谢的时，咱有想着咱介意食啥物啊无？伫咱的即个生活当中，咱有介意食的物件，有宴谢大概咱可能会调工去找咱想要食的物件，总是当耶稣咧邀请咱做伙来食这宴谢的时阵，咱到底是甚物款的心态？当耶稣咧邀请咱的时阵，咱到底是用甚物款的心情？咱是用真刻薄要来领受这个宴谢，咱是用真刻薄要来伫遐甲耶稣同坐倒，也是用清清菜菜的心态。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来保守咱。今仔日的经节，咱有看到讲，咱若无来思考，来反省咱家己的罪，就来守圣餐，等于咧啉食家己的罪。总之是内底，牧师看到遮有一点惊一条当以前咧看这段经节的时，那呢真恐怖呢！咱可能无法度常常伫遐来反省咱家己的罪，咱有当时会袂记哩，咱有当时嘛毋知咱家己的罪伫倒落，那安尼咱是毋是常常就咧啉食咱家己的罪？可是感谢主伫圣经当中，咱嘛有看到，咱若是家己来审判，所以讲家己来审判，还是家己做反省，伫上帝面头前来做反省的话，那安尼就无伫上帝的审判内底。不是安尼讲，咱毋知敢听哦，就是咱常常不管咱到底是有有，咱是毋是有罪，还是讲无罪情形下面，咱若是讲无来做一个反省伫上帝面头前做反省的话，咱可能会陷落伫即个啉食家己的罪。但是伫每一天，咱若是会通知影怎样伫暗时要困的时，甲上帝讲，上帝我有啥物款所在做了无好，伫每一届每一天的暗时，伫上帝面头前伫遐来思考反省的话，咱就袂陷落即个内底。所以感谢主咱有缘相信咱拢是有伫思考咱所犯的罪。每一个主日咱的圣经也好，咱的即个分享者，咱的牧者也好，咱的长执也好，拢有提醒咱爱来认咱家己的罪。所以相信咱每一届的圣餐，的确拢是伫上帝的祝福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咱通放心，总是咱是通过今仔日经节，搁一届来好好来思考，咱来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着咱的这要守圣餐。耶稣伊真诚恳邀请咱来参与，来做伙同齐的这件代志。这是今仔日牧师大概要甲咱做伙来分享的。兄弟姊妹相信咱即马手机拢真方便。咱大概要食饭的时，若有食着较机卡的，咱拢讲会互啥物人先食去拢去互手机先食去吼，一定爱先翕相安尼吼。有的人吼食饭一定爱配手机有的人吼食饭一定爱看影片伫这个时阵吼咱看见讲伫同坐倒的过程当中若是有安尼的状况，咱的心情毋知是安怎，咱的心情到底是啥物款的心态？然后呢，可能有人食饭真紧白白的三两喙就食了了安尼，有的人佫真紧食吼，有的人看着家己讨厌的即个桌仔顶的物件吼，都无想要叮当即个盘子即个咱的箸都无想要叮当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伫咱的食饭桌的时阵，咱看到即种的情形，其实咱的心加减减拢会感觉不舒服。但是当咱在守主耶稣的圣餐的时阵，咱敢有想过，咱到底用什么款的心态？当耶稣伊诚恳在邀请咱的时阵，咱受有缘嘛是要安尼的一个心态吗？相信伫食饭桌的即个逐个人伫面头前食饭桌围围做伙，这是一个感情的联系，这是一个分享关心彼此的一个所在相信伫即个所在，咱会当安尼来关心，来彼此来即个互相来提携。这是伫咱一般食饭桌的时阵，
当有每一届咱的收圣餐的时，咱的态度到底阁是安怎？咱是毋是咧思考？哎呀，因为目前咱是无牧师来助堂啦所以咱的圣餐可能会有当时会较久一撮啦。咱若是牧师助堂大概是2个月一届，所以呢，咱是毋是会想讲，哎呀，咱的圣餐的时间阁到今仔日又阁是收圣餐的时阵所以我来参加，也是带着渴慕带着真期待，带着真渴慕，尤其是咱来到伫新堂个所在第一次伫遮来收圣餐。所以呢，咱到底是用什么款的心情来领受？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谦卑来领受？耶稣来邀请咱来亲近这个时刻。通过今仔日这段经节，咱要做伙来思考。今仔日这段经节呢，伫遮呢有一个人真受气伫遮呢，咱看见当时不勒先生伊用咱少年人的口气用咱少年人的口气，检查较无遐尔熟悉总是真牧师安尼来想象若用咱少年人的口气保罗伊当时会非常超不爽为什么呢？伊非常的受气，伊直接讲伊讲恁安尼做恁安尼咧领受主的圣餐，根本就毋是伫遐咧领受主的圣餐呢。你伫遮咱看见讲即个宴席内底是真好，伫因当时初代教会内底，因可能要伫教会来做礼拜时，因拢会准备一寡遮的餐点，会准备一寡遮的需要的物件，然后做伙伫遐来使用伫即个咱的信仰内底，伫因初代教会内底，这是一个真好的时间即个所在咱所看见的是因是一个真互咱值得会当来学习的所在。所以有当时咱看见咱教会嘛有爱餐，所以牧师伫遮要讲的，毋是讲爱餐丢比爱餐袂使，是当中伫遮呢有对因来讲因有分即个高级是即个粗俗的即个餐点。然后呢保罗先生伊非常受气的所在就是因有的人可能是真有时间伫遐来准备的因有真侪时间伫遐来筹备总是咱看见讲因伫教会内底变成分门别类啦。因家己只有照顾着家己因无伫遐来做真好的招呼。有的人呢来到圣诞节的头前，因是无带着听的，因咧准备这物件是冷淡可能嘛包括着抱怨伫内面因一群人组织伫遐，可能伫遐埋怨，然后忽略着其他人的需要安尼。所以圣餐这个时阵，咱到底是若真像安尼的时阵，若真像咱有爱餐也好，咱咧领圣餐的时阵，若是即种的心态的话，其实伫人来看，保罗先生拢会受气。咱的主耶稣伊的心敢袂艰苦吗？这是牧师要甲咱做伙来思考的。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讲当咱伫有好的这餐点的时阵，当咱要去享受这个餐厅也好，是要去参与一个这餐点的时阵也好，咱会看见讲咱拢会真期待用一个比如来讲好可能有这个名牌包包，可能有名牌球鞋，可能有真这个名牌的这个手机要新伫遐来伫这个市场来买一堆人安怎半暝半就走去排队半暝半就伫遐咧期待会当抽着牌然后来买着这个限量款的这个物件呢。可是牧师咧思考，咱咧圣餐的时阵耶稣咧邀请咱的时阵，咱到底敢有即种的心态？咱敢有半暝半就伫遐咧期待？哎呀，时间一分一秒都要过，都要到时间一分一秒，圣餐的时间都要到这是因耶稣亲自所设立的这个价值无比，这个听的邀请，这个价值是无比的这个听的邀请，咱敢有即种的心态？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拢会讲咱若去这个食好料的咱拢会拍照，对不对？手机食了，对不对？然后食了下一个动作毋是动筷子呢，下一个动作创啥？发现动啦，然后呢，放伫平台顶管的，紧发出去安尼但是咱咧圣餐，牧师足少看到
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守圣餐了后，咪发现洞呢？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讲安尼较对，还是毋对？这是一个咱对伫咱是毋是有期待安尼来甲耶稣来做伙领受这个圣餐安尼？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呢咱的态度到底是安怎？咱来当好好来反省、来思考。相信咱今仔日一只守圣餐，上帝的确会大大来祝福咱。圣餐真正的意义伫遮是一个听的约定，伊毋是例行的公事耶稣伊伫最后晚餐，伊伫遮刻饼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然后又搁旁杯讲，即个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所以呢，咱看见讲耶稣伊安尼真诚恳，伊安尼来设立即个圣餐，这不只是咱咧讲，咱可能用咱所听较有的，这毋是干那一顿饭尔，这是一场即个爱的即个约定爱的邀请这是一个耶稣伊用着伊牺牲即个流出宝血，然后救赎咱的即个听的邀请兄弟姊妹，咱来想耶稣伊安尼用心准备，咱要用凊彩的态度伫遐来领受即个圣餐嘛？咱莫讲咱可能无法度去想象，咱可能无法度去想象讲耶稣迄当时伊顶十字架来行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事，迄种的受到鞭挞，迄种受到侮辱，迄种顶十字架的疼，咱可能无法度完全100%来想象，咱敢若想象一项事就好一个妈妈伊为着囡仔会当每一工拢有会当有即个营养拢会当均衡，所以可能也透早就赶紧来准备即个早顿安尼妈妈因若有时间的，牧师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妈妈拢真爱为着家己的厝里人准备每一工每一个三顿安尼。当伊伫遐来为着细囝为着即个细囝有均衡的营养，伊伫遐准备好势甲所有的即个饭菜拢用好势，然后放伫便当盒内底结果呢，咱看见讲即个囡仔去到伫学校，伊拍开便当盒的时，面焦焦，然后埋怨凊彩食的即个菜色无好迄项物件我无爱食，毋知影通珍惜。然后呢，可能有当时若一开始妈妈准备好势无食早顿去妈妈可能会心内肝头心内艰苦，家己念两句后一摆就安怎毋敢早顿去，伫学校就倒掉去兄弟姊妹，那即个做妈妈的，那知影即个囡仔知影咱的厝里的人是安尼在看伊所准备的三顿的时阵，兄弟姊妹，咱的心会当，咱的心敢有法度感受到即个妈妈伊的心的确是会真艰苦的。所以兄弟姊妹，当耶稣安尼伫遐为着咱准备即个暗顿伊暗顿准备了伫遐特别来面对着即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伊的心迄种的白白，咱敢有法度来体会？咱要搁犹原共款凊彩来领受嘛？也是咱爱真小心细致，每一工暗时要困的时，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讲：上帝，我今仔日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然后期待伫每一届的圣餐来到的时，做伙来参与伫耶稣所为着咱设立的即个即个晚餐嘛。相信咱拢知影，这毋是一个真普通的即个仪式。耶稣伊亲手为着咱所准备的迄个疼的即个暗顿，咱可能进前无法度来提醒咱用即种的心态。牧师伫遮邀请咱对伫即个主日开始以后的每一届的圣餐，咱的心毋通搁漫不经心来领受即个饼甲杯，咱的心爱亲像珍惜每一届咱咧食即个好食的料理的迄种的心情，伫遐来珍惜咱咧领受上帝所通过耶稣为着咱准备满满的疼。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来保守咱伫到伫即个主耶稣的即个道的时，即个道咱看见讲确实无毋对，这是咧纪念耶稣为着咱所付出的牺牲。但是对伫耶稣的角度来看，
伊是为着你我每一个人伫遐来准备的，即个暗顿即个晚餐，即个宴席是为着咱每一个人伫遐来准备的。求上帝来保守咱，我需要请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来领受即个圣餐，做伙用感恩的心来到圣诞岛头前。相信咱用感恩的心，用期待的心，用渴慕的心，用反省的心，伫遐来领受的话，上帝的确要伫每一届的圣餐内底，赏赐咱恩典满满，互咱领受到上帝的即个疼。不只是例行公事那尔，这是一个疼的邀请，求上帝来保守咱，互咱伫即个过程内底，咱拢清楚知影，咱咧领受的是耶稣为着咱精心策划，为着你我所准备的即个宴席，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日伫遮所为着阮准备的宴席，不只是饼甲杯，更加是主你无条件的疼恩典。也对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接纳，主阮知，阮需要用着反省的心，每一届每一天，伫上帝里面头前，通过圣神的声音，对伫耶稣的鼓励内面，伫遐来反省，阮是毋是有啥物所在做了无好，伫也期待用着渴慕期待的心，每一届来守来领受，伫即届的圣餐，主你来保守阮，互阮带着感恩瓦克甲愿望来领受这丰丰富富的恩典，互阮珍惜的心来回应主你的疼。我安尼祈祷，靠耶稣圣名求，阿门。